2024总统大选甲立委的选举将进入最后阶段。台南市议员王嘉珍因为去互中央选委会认定资格无符合，无法度参选第5选区的立委。上午以着沉痛的心来召开记者会，一方面向选民来道歉，另外嘛以文宣呼吁选民用选票来下架贪腐。我没有办法走到立委的最后嘉珍再一次的表示最深的歉意，但是呢，不会忘记我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要借着今天的记者会跟我所有的好朋友跟台南乡亲做一个非常诚恳的呼吁。台湾在这些年民进党政权的贪腐之下，人民苦不堪言。邀请乡亲在1月13借着选票，我们一起来下架贪腐，下架贪腐。所以我们做了2波文宣，讯息传递得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盼望1月13乡亲做选择之后，政党能够轮替。我们将要求彻查国民党政府重回执政之后，会彻查民进党10大弊案，这2波文宣我们都在发送，都已经发送过了。另外，为了抗议违宪恶法，在第5选区的立委选举方面，王嘉珍嘛呼吁立委的选票领票卖转票，让伊变成废票，用选票来驾驶执政党。赢给台湾人一个公义。要抗议违宪的恶法，剥夺了我的参政权，那我们在第5选区台南市东区16个里、安平区、南区、中西区第5选区的立法委员的投票，这一阵子事实上不管是问我服务处，或者碰到嘉珍的时候，跟嘉珍问。说嘉珍，我们到底要怎么投？我们不想投给那些奇奇怪怪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嘉珍这边公开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乡亲，支持公益的乡亲，恳请您在第5选区立委的选票当中，一定要去领票，恳请您一定要领票，但是拜托乡亲领票。不盖票。虽然最后王嘉珍失去参选的权益，不过还是持续来发散文宣，包括总统票支持3号的胡康沛，政党票支持9号的中国国民党。在这段期间，伊嘛得到不少民众的加油和鼓励。其中一封支持者的批信，写着初心无改，展望将来，嘛，予伊相当的感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